目前是台湾乌熊生团的季节，不过最近伫台中的和平，有一只细只乌熊掉伫旱灾，抢救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所，本地是真稳定哦，计工却向死亡，目前是个理清原因。另外，伫花莲的岛溪，有一只乌熊掉伫旱灾，现场嘛，阁掠到一只细只乌熊哦，拢送到野湾协会去治疗观察。 林业署的人员来到溪沟啊，看到受困的乌熊，遂开始救援。台中市和平区乌石溪一大山拿，200发现有一只乌熊仔囝掉伫咧特色内底。林业署甲兽医29顺利救援，发现伊倒边头前的骹受特色压迫整起来，检查了后送去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急救站。当时熊仔囝的生命状况稳定，验讲30顶部传出死亡信息，原因不明。救援的现场，看到的它是。 活力是正常的。那到救援到集集野生动物急救站的时候，那时候状况也是良好的。林业署台中分署表示，受困的熊仔囝19公斤左右，应该是拄出事，不确定熊某敢是也伫咧附近。目前熊仔囝的遗体已经送去兽医研究所，会量早安排解剖，厘清死因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了，就会同他们兽医研究所的专家来解剖厘清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？花莲也出现台湾乌熊的脚迹，林业署花莲分署日前接到通报，伫咧花莲县岛溪乡山拿发现一只58公斤的熊猫，倒边头前的脚同款，因为特色啊整起来。3月30日，伫咧当地又报着一只11.5公斤的熊仔囝，身躯无外伤，也个身材较薄板，2只乌熊拢送去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治疗观察。这2只熊，它们是不是母子熊？目前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了解，然后同时也在做一些 后续的一个检查和查询当中。林业署表示，2只乌熊敢是母仔囝也会较认，不过乌熊族群渐渐扩大，接近人类生活的区域。呼吁民众若发现乌熊，会当主动通报；若有拍来的需求，会当申请改良性的蜡具，避免无细里掠到乌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